大家好，我叫雷鋒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題目就係醫療費用會係2026年1月1日嘅新安排。喺呢度，我會講下一般醫療費用嘅加幅程度。未開始講之前，請大家點讚、留言、分享，同埋最緊要幫忙撳埋免費訂閱嘅鐘仔，呢啲就係對我繼續製作影片最大嘅支持。多謝大家。急症室現時每次收費180元，新收費400元，即係增加咗220元。第一危殆同第二危急分流類別費用豁免。住院費用急症病床現時入院費75元，新收費取消。住院費用急症病床現時收費每天120元，新收費300元，即係增加咗180元。住院費用療養或復康護養及精神科病床現時每天100元，新收費200元，即係增加咗100元。日間程序及治理入院費現時收費75元，新安排免費。病床每天現時收費120元，新收費250元，即係增加咗130元。專科門診包括專職醫療診所首次診症現時收費135元，新收費250元，即係增加咗115元。其後每次診症現時收費80元，新收費250元，即係增加咗170元。每項藥物現時收費15元，最多16星期，新收費20元，最多4星期。普通科門診每次診症現時50元，新收費150元，即係增加咗100元。家庭醫學專科門診首次診症現時收費135元，新收費150元，即係增加咗15元。其後每次診症現時收費80元，新收費150元，即係增加咗70元。處方藥物普通科門診現時處方藥物不另收費。家庭醫學專科門診現時藥物每項15元，最多16星期。新安排藥物每項5元，最多4星期。精神科日間醫院每次診症現時60元，新安排免費。老人科日間醫院每次診症現時60元，新收費100元，即係增加咗40元。復康日間醫院每次診症現時55元，新收費100元，即係增加咗45元。社康護理服務普通科社區專職醫療服務每次診症現時80元，新收費100元，即係增加咗20元。社康護理服務精神科每次診症現時免費，新安排免費。病理檢驗服務基礎項目現時及新收費都係免費。進階項目現時免費，新收費50元，即係增加咗50元。高端項目現時免費，新收費200元，即係增加咗200元。非緊急放射造影服務基礎項目現時及新收費都係免費。進階項目現時免費，新收費250元，即係增加咗250元。高端項目現時免費，新收費500元，即係增加咗500元。根據報導，建議新安排下，
每人每年有1萬元收費上限，適用於所有收費項目，但自費藥械除外。局方預計，約7萬名因病情需要經常使用醫院服務嘅重病病人受惠。若病人達1萬元收費上限，可向醫務社工申請，將來會研究在 AJ 告辦理手續，讓市民無需親身到醫院。我今日嘅分享就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嘅收睇，拜拜。